日本女團 AKB48 喺藝能界紅到核爆啊！好似23歲嘅柏木由紀，因為形象健康，做咗 TBS 四象播導員，無論唱歌、主持都大受歡迎，尤其係寫真集啊，好賣到連最強美月紅田耀子都話要搶地盤喎。事實上，柏木唔知日本人 like 噶，港台人氣都掂，台灣五月天嘅阿信同香港班宅男都勁冧佢。不過呢，今年3月有個占卜師為隊中200幾個成員批運勢，結果柏木竟然被批係全隊最運滯嘅一個，仲話要xuất足成年喎，真係慘慘豬啊！好死唔死，今年嘅 AKB 總選，柏木本來奪冠嘅機會好大，誰不知最後竟然輸俾唔嫁又嫁嘅枝原莉奈，唔係咁邪啊嘛？未算，啱啱柏木仲俾周刊文春爆大鑊，登咗佢同出名雜食嘅 New 成員首月月廿嘅攬攬相，啲相住溫泉酒店影噶，冇啦冇啦，女神渣都冇啦。